Here we go. 两只鸭的水中游，一群鸭的看到强下树，行水抢又抢，你爱强下行，记得全部较加路，唔好落单来迷路。两只鸭的水中游，一群鸭的看到强下树，行水抢又抢，你爱强下行，记得全部较加路，唔好落单来迷路。水抢又抢，你爱强下行，记得全部较加路，唔好落单来迷路。奇怪，我的阿丁阿妹去了哪里呀？阿丁阿妹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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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我的阿丁怎么变成阿北鸭子了呢？因为这样才不会落单迷路冲这哇。那你们怎么不学给跟屌味呢？我忘记给跟屌是什么了吼，阿弟，给就是咕咕咕的那个鸡啦。没错，给就是鸡呀，屌味呢就是比狗狗飞高高的小鸟啊。你是说暗涌这样比狗狗飞高高吗？没错，而且他们还会 Q 哈转不哈一起回家哦。我记得，我有看过一群嗲位在天上飞 ，Q 哈正不哈一起回家哦。我也有看过，给马母鸡后面带着给子，小鸡 Q 哈转不哈哦。哇，小朋友你们都搞清楚阿北、嗲位跟给了吗？小朋友要记得哦，还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Q 哈共哈发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张伟亮。